其他消息要来关心，热天暗时想要出门来行行运动，会当来台中看免钱的电影。为这礼拜五，新历7月5日起，台中市市政府逐礼拜伫咧台中市29个行政区轮流放送红仔电影，民众会当来遮享受轻松的暗暝，也阁唔免开半仙钱。得到第91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这个蜘蛛人新宇宙，也阁有这个囡仔上喜欢的超人特工队，和这个互人感觉真感动的小卡怪，这个放假拢要搬到外口来演。伫咧拜六热天的暗暝，和规家伙仔做伙来去看电影。又怕我漂移，漂移到台中了。活动有请这个放假的配音达人。东中城来徛台，对7月初5开始，台中市政府伫咧逐礼拜六，伫台中的29个行政区轮流来放这个放假，民众免费来看电影，还阁有好康的通摕哦。逐场拢会抽32寸的电视、电影票，还阁会当摕到较大的奖，亲像50寸的电视甲香港的来回机票。就在我们29个区有15支电影，而且动漫为主，让我们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带着你的心肝宝贝，我们一起来看动漫。其实，不管是有抽到奖也是无，伫咧热天的凉风轻轻啊吹来的暗暝，带规家伙仔的人，伫咧有天星陪伴你看电影，这款的暗暝嘛感觉真清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